这一次的话，我们餐饮业大部分的同行来说，大概都少掉了7成、8成，等于说现场来客数跟往常来比都只剩下2成。有的像我们台南市烹饪工会就有给我们很多这样的讯息在协助台南市所有的餐饮餐厅，然后来申请这个补助的活动。政府这一次补助的对象是以说要有做优惠活动才能够申请到补助。一开始对很多店家来讲是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也确实从这个方面来着手做一个努力之后，觉得对餐饮还是有帮助的。我是赤坎澎湃商圈的总干事。那市府也协助我们赤坎澎湃商圈来推动一个振兴的一个计划。我们把台南400年最老的文化串接起来。那地方的创生，那例如每年我们会固定举办的赤坎万神节、生活节、一灯节等市集活动。那在疫情的防疫期间呢，台南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然后也邀请大家乐活台南，享受不一样的文化生活体验。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远见杂志5月底公布2022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台南市8大面向施政表现满意度达75.5%，6都中排名第1，其中经济与就业项目更是全国第1。在积极防疫期间，台南市也努力协助各行各业的复苏与振兴。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其实这一波的 Omicron 疫情对于制造业的冲击有限，所以台湾的出口都很亮丽。但是对于服务业、餐饮业这些传统产业，事实上冲击是比较大的。以这次全远见杂志的民调来说，台南市的这个经济就业的部分的满意度有69.2%，这个在全国来讲是最高的。但是看了其他的部分包括这个安全、治安、卫生，我们的满意度都有70%到80%，这个都是6都第1。这个部分给市府团队的一个启示是，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我相信我们市府团队一定会为许多餐饮业者做最快、最速，而且最踏实到位的这个服务。希望说，这个是国家希望说能够带给餐饮业者纾困，尤其我们特别着重的是很多小事业者。这些小事业者，他们虽然没有这个开立发票，但是他们事实上是第一线直接受到这个餐饮疫情冲击海啸的第一波。因此呢，我们对于这个小型摊贩业者，我们会是作为第一个辅导的重点。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宜兰东片湖总集船以102年到111年，但是国际旅游人数大胆下降，认为并无单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而是行销策略拢无改变。所以要求市区向日本京都学习如何有吸引力，特别建议用力 AR、VR 等现代新科技来积极促销。为什么日本咱台湾人，甚至其他外国观光客去日本1届、2届、3届、4届、5届、6届、7届拢去袂成？为什么？有吸引嘛？每一摆去拢有感觉无同款的感受嘛，或是有新的元素的加入嘛，增加嘛。所以很值得去看嘛。那当然不只是那个景点那个古迹，连带周边的他们也都配合结合得很好嘛。所以这是咱来讲学习的所在嘛。我认为说我们可以运用最新的科技，像这些运用 AR、VR 技术，让游客可以有亲临这些古代景象的这种感觉。这样会吸引这些观光客再次来观光，有对？是。你感觉古迹这一寡战役或是景点的运用 AR、VR 的技术，让民众
就好像穿越时空回到古代的战场，警惕的做法，你感觉这方案呐？这是真好的建议啦。那另外就是讲，阮看到吼，伫咧日本，其实因真济嘛会伫咧学校内面去推动啦。有当时咱的囡仔，其实伊嘛是咱上好一个，咱做科普的时候吼，会当互咱的观光客会当知影讲，其实带囡仔来，伊嘛是个有，比如讲咱会当看到一寡用那个 AR/VR 重现的场景之外，另外囡仔伊嘛会当做学习啦。其实国外的景点伊会当永垂不朽哦，它还有一点就是它把在地的那个文教特色也都放进去，都结合在一起嘛。是。宜兰东平宫会长嘛以个人注疫苗后确诊31公斤的痛苦经验，表示伊是拍断手骨电导用，伊认为好佳在有注2剂疫苗，所以将牛肉来注第3剂，减少成为动情危险。同时会长嘛关心民众确诊以后有紧急医疗需求，警察卫生局加商局注意反向联系。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庚采访报道。根据了解，台南市今年虽然强调科技执法加驾驶人行为的宣导有成，一直到6月中，A1死亡下降有26位的绩效。不过，议员蔡小薇、钟吉顺表示，其实交通事故的肇事率依然真高，特别以东区10大肇事路口，包括民族路地下道、大学路以及胜利路等6段，逐档拢重复，所以质疑改善的成效，要求警察、交通2局要加强反向联系。这是这个东区10大肇事路口里面包含民族路地下道，咱今麦因为铁路地下化等来进行所以在这个地方的管理管制上也是一个问题。咱的大学路、信义路以及林新路这拢有伫这5档来10大肇事的路口上面有看到，所以你讲有改善，当然我相信有改善。不过安怎改善，互伊会当渐渐迈伫名单内底，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就是没有成效嘛。这几年其实每年都执行10大肇事路口的这个肇事的分析，我们去重建肇事的事故的这个碰撞图，那知道它是到底是追撞还是侧撞，我想这个我们逐步在改善。当然，另外是跟预测报告，为什么东区就是永远是比较常是这几个路口，因为交通事故的发生跟曝光量有关，就是跟交通量有关。交通量大的地方，当然很容易发生事故。不过这几年市长也非常重视健警率的提升，所以在警局的协助底下，其实在这个尖峰时间，由远警来入口，除了疏导之外，其实他站在那边就有让市民朋友这个比较容易遵守这个交通规则的这个想法。我想这部分我们逐步在改善。另外，针对校园上下课的学生交通安全，议员们要求依照学校所提出的交通问题来改善，以市府反向联系来处理道路安全跟校园安全。更应该来要求教育局，大家3个局处横向来盘点，是安那伫咱的学区内底，咱要安那更加改善，尤其是在上下课的时间，因为有些小朋友他急着要爸爸妈妈急着上班他可能就是赶快小孩子放了就骑去上班了。那小孩子在上下车的部分有没有安全的一个妥善位置，让他可以上下车？针对这个他的通学家长接送区，我们都有规划。平均你说你讲的非常对。平均这些学校提出来的反应，大概有40%以上都是有关交通问题的改善。那我们校安汇报会列管，会逐案的改善。其实孩子通常都是未成年，所以其实他都是被载，或者是因为在载过程被人家撞，所以他几乎都是一个受害者。那当然，我们对于这样的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热区，我们学校都有反映。我们从需求导向的一个角度，那也谢谢交通局跟警察局，其实他们都蛮协助的。那当然，我们学校有需求，我们在设施改善，我们还是给学校必要的一个经费，所以我们会持续努力。会中议员嘛关心农地工厂立管的问题，要求立管辅导金要专看专用，同时加强客查能力，符合消防、环保等各项法规。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
另外，林研究因为接到保姆违法销售婴幼儿，造成2个月内分别有4个月加8个月婴儿不幸死亡的定证案，伊拄来伫总执询表达痛心，要求校局袂当以个人资料保护法加离校福利权益保障为理由，限制资讯公开。同时检讨违办的成效甲登记管理办法，要求校局唔通出代志才要登记方式，进一步要求市府属可托育服务中心爱收回主办。难道都要出事情才去做访视吗？4个月大的孩童，21号访视，这一个姓吴的。又有一件，台南市短在这几个月，就是2个月的时间，有3个婴儿莫名其妙而来变成是保姆照顾而死亡。这一个部分是1月21号，再下一个就是向我陈请的4月19号，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那一对新婚的夫妻。我认为在这个访视的过程，你看之前好都按照这样访视，为什么之后是当出事才要叫做例行的访视？事前例行，婴儿夭折；事后掩护，是否是帮凶？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否是帮凶？再来看下一张，市长，托育服务中心应该收回自办。为什么我要讲收回自办？在这个访视的过程，我认为真的是用例行性的，这样子的话，你想有办法做到？有办法真的照顾到我们的婴儿吗？每一条生命都很宝贵，但是您刚刚讲的托育服务中心，他做的服务是全面的。然后您刚刚提到说，你的解决方案就是要收回自办，收回自办不是万灵丹，但是我们会参考其他的县市，他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其他的县市他们也是在自办。另外，永隆区中华路154巷因为含上路区造成严重饮水意案，议员都要争取中华路甲中华1路新设含上1亿3000万的工程，嘛要求市府一定要持续规划第3期中华路CF 干线新建工程，来彻底改善顶游的饮水。台南新闻阮及林根采访报道。时尚清澈，招牌娃娃音，副业女王叶玲詹子晴，这次受到台南市口才协会邀请，18日下晡来到台南文化中心完成剧场，甲民众分享伊的创业之路。讲座内容提到一位叶玲到自行创业心路历程，同时也鼓励大家爱勇于表现，经验以自身的成长背景，鼓励现场的民众。看到网络上一些留言会说，他好喜欢丫头。开始我有很多的自信心是来自于这，我发现原来我也是值得被爱的，也是有很多人愿意爱我的，我才开始越来越喜欢自己，才开始把自己的缺点，我觉得我的声音是缺点，慢慢的去喜欢它，变成我的优点。协会理事长蔡政伟表示，这次邀请副业女王詹子晴来演讲，就是希望让民众在后疫情时代会当聚集能量，提升自我技能。这场公益讲座是由副业女王丫头詹子晴小姐来为我们讲述关于创业斜杠还有副业经营的一些心态以及她的一些眉眉角角。那也希望说我们可以透过这场讲座呢，在后疫情时代能够让每一个人他的技能能够提升。那等到疫情过去之后呢，就可以借由这些技能，让我们有机会先蹲后跳。再起飞。口才协会呢，跟很多慈善团体，包括旺泉这边，我们一起的合作跟推动，公益的园游会，尤其是口才协会邀请来了这个斜杠女王哈，这个副业女王，教我们怎么样去脑筋思考一下哈，让我们在未来的生活可以这个随时可以转弯直走哈，这个随便都可以生存，也可以创造更好的希望跟契机啊哈。这场由台南市口才协会甲议员创团合作举办的斜杠创业公益园游会，活动结合台南市脑性麻痹之友协会、环宇国际文化教育基金会、创意应用设计配合工厂、山岩开发有限公司、台南市星空慈善教育协会等单位共同参与。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号召更多人来关怀弱势。
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伫颂扬琴行温馨的音乐以及 SFC 歌舞团热情的舞蹈表演当中，有过台南大碗巴55周年庆即将到来，百岁业者为庆祝55岁生日，同时也要回馈消费者长期的支持。百岁男女装满5500就送500，大家电满1万就送1000顶优惠。另外，还有信用卡礼、卡友礼等好康。我们百货公司今年已经55岁了所以说我们今年在这个时间特别规划了55周年庆的活动，来分享给我们的台南市一些好朋友。那我们这个活动呢，会从6月23号一直到7月4号。这段时间呢，我们的活动呢，主要是针对百货服饰，消费满5500就送550元。那另外在9大银行呢，也规划了消费刷满5500多送200所以说整个活动是非常的优惠的。那我们针对这55呢，也做了非常多的主题活动，包含我们首5日只要你在馆内消费满555元，加55块的这个现金就可以来购买星巴克的一个中杯的一个拿铁1杯。我想这个也是非常优惠的。那每一天会限量100杯。那另外我们在一些55周年庆的55的数字上面会规划一些活动，来包含一些抽奖活动。除了以上满额礼回馈，各业务部门伫55周年庆期间，也规划出各项好康优惠，要来让消费者摕好礼。这次呢，我们木正清带领什么东西来给大家呢？夏日防晒必备防晒，买大送小。2楼星巴克推出呢，我们55周年庆夹比特币购卡加全版搭配550元，再加现金55块，可以换1杯大杯拿铁哦。我城外带9折。第二个，这个戴安娜包包是买1个送1个。针对55周年的部分，原仿上衣原价4800，55周年庆的价格是1500块。4楼的萌抓那个萌翔，它那个号称可以穿着这个小脚拖可以跑马拉松的台湾之光才390元而已。这边台本的鞋子一样1990而已。推出的是相应的盘开式保温壶480毫的，只要550哦。台南大碗巴55周年庆，当期自6月23到7月4号推出各项满额回馈，还有好康优惠，就是希望将百岁55岁生日的欢喜，甲消费者做伙来分享。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翠屏社区的志工老师带领长辈用韵律球做运动，一下子用脚夹着球做抬腿的动作，训练下肢肌耐力；一下子用手抓着球上下摆动，训练手的力量。长辈每天来长照站做运动，都觉得很舒服。有咱的力量，咱要做安怎，咱的力量来做啊！唔免讲勉强讲的确一定就做到安怎样安尼啦，安尼就有遮大家欢喜欢花，大家过日子，大家真欢喜安尼。来这边运动对身体很好。这些长辈虽然白发苍苍，年纪都80左右了，但精神体力都很好。他们都把长照站当成故乡一样，从长照站成立之后，就每天来活动，不曾间断。即使后来搬离翠屏里，还是愿意来。有些长辈也在外籍看护照顾之下，每天走路来长照站。我来11年，这里像我的第2个故乡，很想来这边。安尼阮第3囝看到尔就较高兴，就来啊，就怎么来啊？怎么运动较真啊？安尼10当足啊。这个走路啊，早上晚上是一直走路。不是只有他跟他的雇主，包括我们这边的长辈，每个人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他要回去，我们也会依依不舍。一晃眼，翠屏社区长照站就成立10周年了。翠屏里里长很感谢家属和看护每天不嫌麻烦的带长辈来，也感谢志工老师带领动静态的课程，让长辈来长照站多活动，学习新事物。这好像是他第2个故乡，因为他已经搬走了哦，搬走了，他还是坐车来这边回来上课，然后我觉得就是有家的感觉啦。他们跟我们都一样，有家的感觉，所以他们很喜欢来这边上课。
长辈年纪大了，与其待在家里，还不如来长照站活动。在翠屏里里长号召和里内志工共同协助之下，带领长辈学习动静态的课程，让长辈都能够开心的过每一天。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一把像是钉箱的工具，轻轻地顶在画布上，随着嘟嘟嘟的疗愈声音，毛线开始在上面交错纵横，先勾勒线条，再填入色块，很快一个简单的图案就这样完成了。这是使用速溶枪所进行的手作过程，利用这个工具，就算不是专业职人，也能制作漂亮的地毯。因为它那个机器其实是算是新的产品，它也不是说原本传统的工艺那一种，所以就是在简单的操作教学下，每个人都可以打出很好的作品。比如说像是妈妈就会想要做超音波小孩超音波的那个照片，然后就比较有纪念价值。然后如果有养宠物的，就是会想要帮自己的宝贝做成那个地毯的图案，然后就放在家里，然后就很多不一样的故事，就是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觉得有意义的事情。燕小姐原本是从毛线钩棒开始，偶然接触到在欧美开始流行的速溶枪地毯后，被这种自由又多变的风格所吸引，开始想要推广这个手作体验。而因为门槛低又好上手的创作过程，也让许多新手都能轻松学习。我们选图片就是尽量以线条清晰好做的为主。那如果因为它是毕竟是毛线，所以它能呈现的那种色块啊，跟它的那个走向还是有限的，它不会像油画跟画笔一样这么的容易控制。选好图之后，我们会用投影机，对，用投影机打在布上，然后再用麦克笔去描绘它，然后描出来之后，就可以开始用速溶枪，然后选自己喜欢的颜色去做作品。虽然速溶枪地毯的手作图案上会建议选择线条简单或是大色块，比较容易完成。但老师也提到，他不希望限制学生的题材，因为我希望每个人来的时候做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东西，不是为了要做作品去迁就，然后选择一个色块大或者是简单好制作的图。对，我希望大家能做的就是，就像如果你自己买了速溶枪在家里，想打什么就打什么。所以画布上我没有限制尺，我没有限制他们要切分成几个，他们想要分成几个，要做杯垫，要做什么都可以。然后要做什么图片也都可以。那如果真的不小心选到较为复杂的图案，例如人脸或是钞票、建筑物等等，老师也会贴心的帮助简化，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出心中最有意义的事物。我做得到的，我都帮他们绘制成简单的线稿。像上次有一个德国人来，然后他做了他的朋友的脸，然后因为他们公司都要拍那种很震惊的证件照，然后他朋友的半身这样子，我就帮他绘制成简单的线条，他就非常开心。然后他最后也是做那个作品之后带回德国，对，他就是要送给朋友。工作室墙上挂着的作品，其中最大的一幅灵感正是出自于名画《10岁》，是老师第一幅作品。在上课时也会大方分享其中不成熟的地方，除了期许自己继续学习成长，也是要让学生能够没有压力的享受手作乐趣。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采访报道。CP 值够高，而且价钱也不贵，像这种下午这个时间，就是很难找得到这种就是吃得饱，然后又实惠的东西。是什么下午茶美食隐藏在这盐城的旧市场里？原来是这颗外观看起来简单的粽子，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蛮软糯的，然后料也很多，这样子，对吧？就是跟其他家比起来，它给的算很多，有香菇啊、栗子啊，然后肉也给的很大块，用料很足。从热气蒸腾的锅子里拿出一颗粽子，拆开之后放在盘子里，淋上自制的酱料，再撒上满满的花生粉，马上就能够开始享用。我们是用肉燥跟瘦肉做下来的，不是像外面的那个3层肉，里面有蛋黄、栗子、香菇。我们的有很多人客人就喜欢吃这样子啊，就是那个肉燥的口味，肉燥蛮香的。现在的老板娘从妈妈手上接下摊子之后，仍然在当初的后门摆摊，历久弥新，成为盐城经典的老味道。把这个后门当作摊位这样子做，一直做到现在，已经将近70年了，70几年了。就是传承妈妈的手艺，传承妈妈的口味，然后传承下来的。
最后被问到为什么不换更大的店面，老板娘只是笑着说：“吃粽子就是要面壁思过啊，或许就是简单的摆设才能够感受到这份传承多年的历史与美味。”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